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欢迎来到实习日志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进行台南庙宇一日游。那我们第一站要去哪里？我们第一站要到普济殿。结束今天第一站了，那我们下一站要去武庙。我们来到第二站大天后宫跟武庙。结束之后，我们会去吃好吃的爱玉哦，我们也会介绍给大家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进去吧。现在拜完了，然后我们想说要介绍爱玉嘛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买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来，你要柠檬的还是？我要柠檬的。柠檬啊，3杯。你也可以拍他们在喝爱玉啊。为什么你们自己先买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渴。太过分了。我们两个在辛苦的拍片。因为我们想说，既然他做推荐，我们就先来喝。而且我们先帮他试味道。是品琪跟我们说叫我们 take a break。take a break， 说我们 take a break 就是爱。谢谢。OK， 可以。谢谢。爱玉，赞，这家好喝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结束了，好累啊。结束了。对，太棒了。拜拜。大家面无表情。对，我们今天你看，我们买了好多爱玉。然后他们有个不合群的，喝红茶。对，你看我一个人买了3杯。对，这个真的好，这个真的好喝。我们团队最爱吃的。没有，也没有啦。一定要吃10餐呢。一定要吃10餐。OK， 那就大家就下次影片见吧。拜拜。